海欣173方大平層，單價先8字頭啫喎，聽講業主使咗成球嘢裝修。173方，肉眼可見成屋嘅裝修都係歐式嘅設計。單地下呢個瓷磚都使咗4000蚊啊！經過入門呢度，牆身肉眼可見全部使用嘅都係大理石，全部用料非常之奢華。聽業主講，單裝修使咗1球嘢。因為地勢比較高，餐廳呢個窗位風景非常之開闊。大平層入邊呢個大廚房唔使講，標配㗎啦。其實真正意義上叫6房，原本呢個係一個房，係一個中空嚟嘅。佢而家間咗上邊仲有一間房。主人房嘅門口同埋入戶呼應翻一樣嘅設計，呢個業主真係好有設計感啊！咁點解講佢6房呢？因為呢度本身係一個房間，將佢而家做咗衣帽間，咁就變成超級大主套。你想象一下，坐呢個按摩椅望住出邊嘅風景，呢啲先叫買海欣嘅意義啊嘛！主人房個空間夠晒大，唔使多講噶啦。最關鍵你睇下，雙洗手盆再加呢個超級大嘅浴缸。呢啲先係大平層嘅意義啊嘛！總價150萬，業主限時特價，冇錯，就賣10日。感興趣嘅嗱嗱聲啲我，10個啦！